讲到新竹县关西镇也嘅客家四乡镇，我当然提嘅问到位，都系何时嘅新人版。40号来关西了，除了是何时嘅新人版之外，还做得来看关西嘅文化风化、台湾茶席嘅发展历史，也有人文风情，本关西上天增加为改道嘅历史美感。清朝末期，因为世界贸易的市场需求，将老茶叶的出口带来的关系世界的繁荣。大概对1872年开始，关系作为茶叶种上过后，去大海、上水运到台北、大埔塘，再个对厦门外销到全世界，也对外销的茶叶，但是来自关系。当日本所谓种茶的面积是有6000甲体安多，茶叶产业比关系带来的繁荣嘅好光景。人家嘅工厂嘅运作呢，喺全盛时期地位都每日都在操作。包含原物料从山当落嘅茶叶做到储制品，储制品又拿来再个精致加工并外销，人员多位呢，当然都冇停啦。谈论时代嘅变化，种茶杯面积同种茶杯人变少嘅，关系嘅茶厂也渐来渐少。透过全盛时期咧，全关系呢，嘅茶工厂就30家，呢厂有6家呢。民国92年之后，我哋工厂是开始由外销为主，转型做观光，然后内销。一只火柜就系600箱，40只。有一箱系25公斤，是15000公斤。按多嘅茶，一只火柜按吨数。滋润区嘅地位，茶馆嘅夜间本，老茶厂嘅负责人讲到来显，见工人结合嘅茶厂茶叶外销嘅盛况，别项刁论嘅结合嘅外销到全球各地嘅铁板 logo， 见证嘅台湾茶传外飞嘅公用历史。虽然好讲见无味，老茶厂也专钱做观光，保存完整嘅口味做茶嘅机器、包装奖厂，也有中快路边做嘅游客认识关西茶产业嘅历史文化。看到佢哋都喺做紅茶，調高喺加緊嘅技藝啦，嗬。韓國看見到走貨嘛，走貨15年嚟哦，就得獎嘅啊。但係客家人嘅公用嘅啊。它裡面收集了很多老的照片，然後還有老的製茶工具，然後還有他們鼎泰茶行的一個歷史。關西在40年代係非常繁榮嘅地方，譬如嗰時有茶有樟腦，很多都外銷。關西其實當多好教外，還有當多古蹟，文化資產很當多有待開發。新竹縣關西鎮上面路係山，鄉鎮都改到愛山呢，口名鹹菜翁。日本時代大正9年，因為鹹菜嘅肺炎同日本關西嘅肺炎共用，嗰所改按做關西莊。台灣光復過後，正式改做關西鎮，係個有200多年歷史嘅老莊頭，又改到奇美嘅古土、古橋同豐富嘅文化資產。古蹟、老木、寺廟、水樽、水茶旅遊嘅人文景觀，變作係關西鎮嘅文化風化。東岸古橋係關西地區最老嘅古橋，1927年做好，跨越牛欄河兩岸。日本所謂做好嘅5種橋，造型quite貼片，而第三條有無共用嘅紋路、無共色，經過風吹日曬加添嘅韓國古樸嘅風情。今年東岸古橋還被列做延慶古蹟。同樣係睇今年被列做延慶古蹟嘅，還有關西分駐所同蘇德診所。關西分駐所係日本時代大正9年做好嘅，保存完整嘅建亞樣式建築風格quite貼片。同日下嘅派出所來比，韓國有美感同歷史意義。有73年歷史嘅蘇德診所，係日本西洋風格混合等嘅兩層樓建築，也係關西地區鐵東斯拉夫建築，並係西南黃色嘅做工改造，
不但係灰色日本牙個有特色。就因為今年關係鎮新增加為3項延慶古蹟，新竹縣嘅全國古蹟日特別選題關係，期盼探索古蹟嘅發通。今年呢就當到古蹟到歷史嘅建築都關係進來同時呢呢關係進鄉親非常熱情呢社區總體營造社區嘅總體營造佢嘅發通到佢嘅成果非常嘅豐富所以是今年選到關係進來辦理。結合嘅文化產業。老景觀呢，3隻主軸呢，來本呢啲關係鎮嚟送入鄉親，然後過往嘅來了行呢，來了解關係鎮都帶原來去到值得啲保留，然後發揚光大嘅老古蹟，老文化，然後老產業。將論圖南3項嘅指示，做得參觀關係鎮嘅古蹟太和宮、昌師祠堂、歷史建築台灣風沙公司，還有今年能列做延慶文化資產嘅東灣橋、關係分駐所、屯蘇的診所，在這日嘅鎮南入座的文研遊客來觀美食，上來過多年。我們借由這個辦的活動，像親子活動嗰度，好上癮，認為吸引出來。佢們會騰騰出來，所以年輕族群就會參與我們社區，所以我哋在活動設計各方面都會從這方面來思考。太和宮順將到傍晚正熱嘅民眾，做得發現發通確實帶來嘅改道嘅人潮。太和宮係關係地區居民嘅信仰中心。主要係服侍三官大帝，1929年整嘅時節，特別請來有名嘅師傅來做，尤其係木雕部分有改過為藝術價值。喺1991年本次聽做延慶古蹟報述。比較特殊的話，係講木作，老石雕，做得很特別。因為1895年是被燒炭，所以是在新建的時候，當後搞，在烏雞嘅蛋糕嗰年，有螃蟹。有魔蟹有蝦子，還有水族的就是一個避火的一個象徵。也係古蹟日發通景點之一嘅昌屋祠堂，清土宮重要企業。嘅時節係關係鎮開發提升嘅時節。喺台灣客家祠堂嘅重要典籍，昌屋祠堂建築用嘅紅磚，因為經過特別處理，實順特別風係改態嘅特色。另外祠堂頭前嘅天井盤輪撒亂嘅各通風。大致來講，昌屋祠堂看起來素素嘅唔係茶花，用高甜甜嘅野口鵝表現出莊嚴大辦嘅氣氛，看得到客家祠堂建築嘅特色。就塗石屋來了啊，係啊，變裝了就冇開放啦，係啊，時常講有開放就塗石屋來了，行行了了啊，係啊，這個大關係就係地關係有蠻個東西啊。這些文化都是古時候留下來的，才有今天的這種價值，對啊，所以因為現在小朋友跟以前小朋友實在是差蠻多的，對啊，所以說讓他們看看這個歷史。看看古蹟是蠻不錯的，對。單論新年呢，強行認識彩鐵文化古蹟，也係期盼古蹟日體態嘅目的。其實認識古蹟日係法國開始辦嘅，本來嘅意思係宣導古蹟保存嘅重要性，本國民認識神法順後嘅文化資產。文建會對2001年開始規劃內地法通，本民眾用地方性神法化嘅法通方式，體驗身邊珍貴嘅文化資產來產生認同感。我覺得很好，對我們那個關係的居民來講，不管是關係或外來的居民，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很多的老的東西，或者說一些以前他們有台灣的一些產業。雖然有位民眾因為古蹟日的期盼各有建議，我覺得民眾如係因為推廣看來嘅，差唔多如係健行健康，個人承認識文化古蹟，韓國唔是講係產生認同感嘅。我覺得這個活動是蠻不錯啦，可是這個活動
参与的人都是走马看花，哎呀，因人而异啦。ที่ไป判呢可能说民众的认同度啊，虽然有参与感，但认同度唔係真高。主要說發揮佢哋種嘅關心度啊、認同度來發揮之後呢，將來啲關係嘅文化老故障呢，就會由社區來營養，大家共同來表現到人關係嘅特色。用文化資產來彰顯關係嘅特色，作為觀光好銷。我關係鎮文化資產同古蹟嘅分布並唔集中，採鐵團體希望借論尋日討論同行銷來向民眾。因關係來講係新竹縣最大嘅鎮，收入你也聽出來嘅文化嘅東西通常分散到東人，所以冇集中嘅時間呢，都對一般觀光客來講關係冇法度一下做一隻位數來了解嘅東西，所以只要你做較深入嘅來帶佢哋去了解。關係是一個很淳樸的一個地方像大家講咧。當到古蹟，它沒有包裝，沒有行銷，所以當到也唔低，所以我希望講，有一些公部門的一些資源能夠進來，幫我們包裝，重新再包裝，重新再做一個行銷，讓更多人了解關係。民風淳樸嘅關係鎮，有古樸嘅農村風貌，客家傳統老屋、宗祠建築，係一個值得做塵土探訪嘅客家西鄉鎮。我去客家莊旅遊，除咗是美食，做各種嘅 DIY 體驗同觀賞天然風光，古蹟文化之旅能開始發展。安樣嘅陳化貼切嘅經驗同價值感，向遊客來並冇簡單。也冇聽錯，最重要嘅係，蔡天然對該關聯嘅家鄉事物開始有冇共用嘅看法。